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龍生啊。咁復活節假期咧，上嚟珠海置業嘅香港朋友有福啊！今日咧同大家推薦咧5個超值得睇嘅珠海熱門嘅新規樓盤啊！咁都係100%嘅新規住宅產品啦，各有各嘅亮點啊！保證令你睇完之後咧會覺得心癢癢啊！咁第一個咧要介紹嘅咧係華發珠海灣啊，或者呢個珠海嘅高新區啦。呢個係珠海咧首個科技嘅4代住宅啊，噱頭十足啊！咁呢度咧有無人機配送啦，簡直係科技咁拉滿啊！咁想像一下咧，日後咧收快遞咧都係無人機咧直接送到你屋企啊，好方便啊！仲有一個咧係豪到爆嘅2個億嘅高端會所啊，設施咧肯定係一流嘅，咁面積段咧有呢個88平啦到呢個240平不等啊，均價咧係22,000蚊到29,000蚊一平方米啊，咁無論係想住得舒服咧，定係投資咧，華發珠海灣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咁第二個樓盤咧，正方南灣首府啊，坐落於珠海南屏啊，係呢個嶺南風打造嘅。好有呢個當地嘅特色啊，而且係有一個下沉式嘅會所設計咧，新潮獨特啊！咁呢個樓盤咧都係新規佈建嘅住宅啊，設計咧新潮獨特啊！呢個樓盤咧上率高達100%啊，面積從76平到180平，3至4房嘅設計，均價咧係22,000到28,000蚊一平方米啊！咁呢個使用率咧，對於想近翻關口同埋喺主城區想住得舒服嘅朋友嚟講咧，吸引力咧實在係太大啦。咁接住係咧第3個樓盤啊，華發保利天和啊，位於呢個珠海市嘅金灣區啊，環境咧係一大賣點啊，隔離咧係全國嘅10佳高爾夫球場，視野咧係開闊到冇朋友啊，而且咧係珠海咧未來一個最大嘅市政公園嘅隔離，空氣質量咧係1級正啊！咁面積咧有86平到143平，均價咧係23,000蚊一平方米啊！住喺呢度咧，每日咧都可以感受到咧綠意盎然同埋清新嘅空氣啊，好似生活喺天然氧吧入邊啊！對於注重休閒生活同埋品質健康嘅朋友嚟講咧，華發保利天和咧係理想之選啊！咁第4個要講嘅咧係華發金灣府啊，同樣係呢個珠海嘅金灣區啊，係呢個西區咧首個4代嘅住宅社區啊，100%嘅實用率啦，呢點係好吸引人嘅。而且呢個樓盤咧周邊嘅配套豐富啊，就喺呢個西部中心城嘅核心位置啊，有近100億嘅配套啊，日後嘅生活便利咧係好方便噶。咁面積咧係95平到143平啊，均價咧係24,000蚊一平方米，性價比超高啊！可以話咧係用唔貴嘅價格咧就可以享受到高品質嘅珠海市中心住宅啊！咁最後一個咧嘅樓盤咧係龍湖天籟啊，位於呢個珠海嘅斗門區啊，係呢個廣東省嘅省級居住新區啊！空中花園嘅設計咧係呢個樓盤嘅一大亮點啊！咁每棟樓咧都可以落到呢個空中花園啦，咁業主咧可以喺呢度休閒放鬆啊，享受到戶外嘅生活樂趣啊！而且呢個樓盤咧就喺呢個珠海嘅高鐵站旁啊，交通便利到冇朋友啊！無論係去香港咧或者係其他城市咧，都係分分鐘嘅事情啊！係呢個片區唯一嘅100%嘅新規住宅啊，面積咧係88平到128平，均價咧係13,000蚊一平方米啊！咁呢個價格咧喺珠海咧係相當之有競爭力。對於想低門檻上車100%新規住宅嘅香港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咧唔容錯過嘅選擇啊！以上嘅5個樓盤咧都係珠海當前嘅熱門新品啦，無論係從呢個地理位置啊、配套啊、設計定係性價比嚟睇咧，都係上乘之選啊！復活節假期如果得閒嘅香港朋友咧，唔好猶豫啊，快啲去實地睇睇啊！相信你一定可以揾到心儀嘅靚樓啊！同埋咧，想同龍生呢邊實地睇樓考察咧，都可以 WhatsApp 咧電話預約龍生嘅。OK， 我哋下集時間再見嘅，多謝大家嘅收睇啊！